帶大家睇一個價值2億嘅樓盤，仲有就係帶住我個女去打波同埋飲茶。我叫 Angus， 我係一個中意提升運氣、愛女如命嘅父親。如果你想睇2億嘅樓盤，記得睇到最尾同埋點讚同收藏。我哋去咗香洲區嘅喜悅雲場，記得嗌呢4樣嘢，我就唔逐一介紹啦。我嚟過呢度5次，一定唔會踩雷。如果有時間，仲可以玩埋附近嘅卡丁車，都係用8分鐘，再揸幾分鐘車就到翠湖高爾夫球場。大佬第一次去球場，非常之興奮。你睇下佢撞咗車都幾嗨，真係以為自己玩緊碰碰車。打完波去咗新寶龍廣場。第一次飲蜜雪冰城真係平，大家介紹下呢個叫趙一鳴超人，佢係一間珠海好出名嘅超市嘅吉祥物。我老婆每一次經過都要去買嘢，我諗應該特別平嘅。跟住大眾點評揾咗呢間古團小館，言大於實，自己諗嚟唔嚟啦。講翻2億嘅樓盤，就係喜悅雲場後邊呢3棟。嗰晚我哋住咗呢間新奧林酒店，200幾蚊，一定冇詐型。老闆娘都係30歲左右咋。